另外咧呢排咧就無論李家超同特朗普都去沙特阿拉伯嗰度勾資金啦、勾生意啦，你點睇咧？即係嗰度係咪一個全世界最大嘅大客仔咧？而家咁佢一早話咗俾你聽㗎啦，喺2016年佢已經成個國家話俾你聽，喂，我係全世界最有錢嘅主權基金啊嘛。佢咧只不過佢想將嗰個人哋睇嘢就睇未來100年啊嘛。佢睇未來100年就係先係嚟緊嗰15年咧，我哋做啲咩咧？就係推出咗一個 Vision 2030啊嘛。咁個 Vision 2030係咩咧？就係佢唔可以成世人咧，即係唔係成，即係佢唔可以世代啊，唔可以世代靠嗰個黑色石油嘅收入就滿足噶嘛。咁所以佢呢個 Vision 2030咧，就係靠佢咁多之前嗰幾代，即係嗰100年賺翻嚟嗰啲皇族啊，嗰啲皇族賺翻嚟啲錢咧，佢如果要確保佢自己皇族繼續管治個沙地阿拉伯咧，咁佢就需要咧即係持續嘅發展咯。而呢啲持續發展咧，就係將石油嘅收入啊，係建立喺能夠持續發展嘅，即係譬如喺佢哋嘅基建人工智能啊，或者一啲旅遊嘅項目啊咁。咁所以佢儲咗，譬如話由過去100年，石油令佢咧儲咗一個全球最大嘅主權基金。咁大家都知啦，沙特主權基金就咁儲咗成7000億美元喎。咁就呢啲可以愛嚟咧，就係全世界去投資咯，就愛嚟俾佢嘅未來嘅世代嘅人咧享用啊嘛。咁所以呢啲亦都係嗰啲皇權政府或者呢啲皇權政府咧，佢如果對唯一能夠持續執政嘅理據咧，就係需要嗰個人民生活嗰個福祉咧，能夠不停有上進嘅空間咯。嗱，咁喺咁嘅情形底下咧，你見到特朗普過去咧簽咗嗰啲萬幾億嘅約翻嚟，仲多過話嗰7000億美元咧，就係因為佢簽嘅約講到明，你細心去諗都得啦，都會知道，即係譬如當12000億嘅約喺成個中東簽翻嚟，咁你唔係一嘢就擺啲12000億出嚟噶嘛。佢可能咧，大家都係擺1000億出嚟啫嘛。咁呢1000億咧，會每一年咧賺翻嚟嘅錢又再擺落去，咁啊即係一路 turn 噶嘛，一路 turn 一路投入。咁所以咧，嗰個可能佢指嗰啲未來發展大計係佔12000億，但係個種子基金咧，即係種子嘅投入咧，只係咧每個國家只係投入500億。咁如果4個國家咪投入即係總共2000億咯，咁樣嚟 roll over 噶嘛。咁所以唔好俾佢一個大 number 就即係捉咗你嘅全副精神咯。你要知道佢係唔係真係一次過俾你嘅咁。咁調翻轉頭咧，既然佢要將沙地佢自己嘅國家打造，譬如啲文化娛樂旅遊啊咁佢自然自己個國家要長期有發展咯咁。咁喺對外嘅佢咪買啲即係啲錢佢梗係擁咗喺英國擁咗喺美國嗰度啦咁。咁啲擁咗喺英國美國，咁佢有好多長遠嘅投資項目俾佢啦。咁我哋由過去2年即係脫離咗嗰個即係動態清零之後咧，唔係由我哋嗰個全世界最高人工嘅特首咁過去拉生意嘅，咁拉到啲係 MOU 咯，係嘛？即係我哋話拉到啲係咩？合作備忘錄，咁啊一個數字都話唔到俾你聽啊，幾多億都係咪？幾億都話唔到俾你聽啊，咁你咪即係高下立判咯。咁個個都想去拉攏佢，但係佢唔會咧，佢唔會落錯寶噶嘛。即係呢啲皇權嘅領導，因為人哋世代都係皇權嘅，咁所以佢哋嘅潛在金礦。即係佢去管理呢一個國家嗰啲人都係好叻噶嘛，個個都係培訓嘅咁所以亦都係呢啲皇權咧就被所有嘅先進國家咧睇到就係大金主嚟嘅。
咁你點樣吸引呢啲大金主啊？咁你一定要係美國啊、英國呢啲民主體制啊，呢啲咧係過去即係近期嘅2、300年話俾人聽咧，簽咗嘅約一定會履行啊，唔會咧即係中途咧未完成又會咧殺出個程咬金話啊呢啲嘢係即係歷史文獻啊咁，即係唔會有呢啲嘢嘅人哋先至會做一個長遠嘅投入咯咁。咁唔好聽啲啊，即係譬如你香港去同佢競爭啊，佢話我都想做金融中心啊，咁你有咩幫助啊？話如果你香港教我點做，我不如去美國，不如去倫敦揾人教我啦咁，所以你香港吸引唔到佢㗎，係咪？佢亦都唔會咧擺錢落嚟你香港咧，作為咧支持你作為環球金融中心，因為佢自己都想做啊嘛，所以。但係佢亦都唔會喺政治層面咧講清楚俾你聽，係咪？咁咧你就要知道佢因為成個沙地嘅王朝咧要有合法統治同埋持續嘅統治咧，佢就需要咧製造未來嘅經濟效益。而呢啲未來嘅經濟效益啊，靠嗰個經濟動能咧，就係靠佢而家呢一個 vision，即係短期呢個係 vision 2030咯。咁所以。佢唔會轉靠自己話啊好似我哋睇戲咧都睇到好多啲人咧食老本啦，即係譬如特別係喺即係以前香港比較風光嘅日子嘅時候，有好多靠個石頭啦，靠嗰啲地產，咁所以啲新界原居民有啲敗家仔咧就係乜嘢都唔學，不學無術。咁啊，淨係話一瞓醒覺就推幾手爬狗，一瞓醒覺就鋤幾鋪釘，或者咧走去打幾圈麻雀，咁就一日啦。因為點解啊？因為佢話我出生嘅時候就大把土地即係咧可以咧換錢嗱。咁呢啲咧就係即係而家沙地阿拉伯嗰啲王朝所鄙視嘅咯。咁佢咧就係將呢啲未來嘅藍圖擺咗喺2030咧，就係佢靠。如果你細分佢咧，佢應該有3大支柱咯。第一個就係咧，佢要我哋夠話即係動感之都啦，香港。但係人哋嘅第一支柱叫充滿活力嘅社會啊嘛。咁咧，人哋做到喎，係咪？即係你做唔到喎。你話做活力之都咩城市之都，你去同人哋嘅充滿活力嘅城市比較完全唔同喎，就係一個制度上嘅問題啊嘛。第二，人哋話你就話我要嚟緊執10間開16間，咁個經濟會繁榮喎。但係人哋又唔係用你執10間開16間嚟睇喎，人哋係話我係一個 thriving 嘅 economy 喎，即係咩人都入嚟投資嘅，咁所以帶動佢嘅即係譬如話投資喺呢啲地方投資旅遊啊、再生能源啊或者啲科技，人哋係成個王朝領導底下嘅政府一路推動，然後請啲叻人喎。咁第三就係話佢點樣去提升人才啊？佢俾出嘅價錢係你無可抗拒喎。咁所以佢咪吸到咧世界嗰啲精英咧去起樓啊，啲則師啊、建築師啊，然後咧啲金融人才咧過晒去嗰邊咯咁所以佢最著名嘅大家都會留意咧，就係一個叫做Leo 即係Leo 加個 M 字 L， 佢應該係 NEOM 呢個超級城市啦咁。我哋香港咧就大約1100平方公里啊嘛。咁佢要喺嗰度咧要起幾多個香港啊？你估25個香港啊？25個香港。咁25個香港，你咪睇到人哋嗰個繁榮大計係幾咁大咯咁。當然佢係有好多呢人計住，驚佢又超支又會即係貪污舞弊呢啲係嘛？咁所以佢一 part 佢用一路推出嚟咯。咁譬如你舉例佢呢個整個最新第一 part 嗰個 Leo 嘅超級城市咧，就係大約使佢5000億美元啦咁。咁咧就裏邊梗係成功嘅話，就係做一個咧全世界啦裏邊嘅綠色城市咧，咁就會作為全世界嘅典範啦咁。即係叫做咩啊？帶我哋啟德
娛樂區或者啟德住宅區或者啟德第日起埋嗰條單軌咁嘅1萬倍咯，係咪？咁樣你就明人哋嘅雄心壯志喺邊度咯，就係會做成個中東地區嘅經濟同科技嘅樞紐咯。咁即係人哋唔係要同你香港競爭，不過人哋唔會益你咯，係嘛？咁所以咧你而家都摸索唔到。你以前即係譬如過去2018年之前成功之處咧，係個人都信你嗰個後邊北面嗰個中國14億人嘅中國能夠逐步繁榮起上嚟，然後咧變成兩條腿走路，就唔係一條咧經濟淨係經濟走路啊嘛。咁你一路做唔到，咁人哋嗰啲人才咪去晒呢啲有錢請佢嘅地方咯。咁所以呢個係實驗場嚟嘅，係全世界嘅未來實驗場。你一俾佢成功嘅話咧，去到2030年咧，咁啲全世界就會 copy 佢嘅，包括而家美國講緊嗰啲加沙地帶，係嘛？要由佢保護，將整個加沙地帶由佢保護嘅話咧，加沙佢而家即係200萬人啫嘛。如果你俾佢加沙地帶俾佢美國有嗰個介入做軍事保護，然後咧揾埋沙地嗰啲資金落去咧，佢成條紅海咧就霸咗差唔多一大半啦，嗰個邊緣。咁啊變咗佢咧更加可以咧同世仇咧即係以色列嗰邊咧只要咧大家有一個共識，放低武器一齊發展嘅話，你話成個中東，你話俾佢哋可以咧玩翻3-4千年前嗰種繁榮出嚟咯，咁係咪？咁你可想而知，世界嘅資金唔會蠢嘅，係嘛？咁落注嘅時候，佢本身有錢啊嘛，佢自己嘅有錢程度係去到咧嗰個皇權咧係識得諗嘅話，就唔係好似即係北韓嗰啲咁樣，係嘛？亦都唔係好似中國共產黨咁，只係諗自己好，佢咧係會諗埋即係全個國家嗰啲冇皇親國戚嗰啲普羅市民，佢點樣授權俾佢哋嘅皇權繼續持續落去咧？咁就要提供呢啲嘢咯。咁當你提供呢啲嘢，譬如去啲譬如誇張啲講個 oxygen 咁樣嘅世界上最大嘅浮動工業綜合體喎，淨係聽你都覺得話有得唔得啊？咁咪即係等於我哋聽 AI 嗰啲即係機械人真係用人形去做嗰啲咁樣咯。咁呢啲 oxygen 佢就話專注於係先進嗰啲製造同物流啊咁。咁你問我哋都唔知佢係詳細係咩嘢，係嘛？但係人哋有每一個 project 喺度做緊，譬如你去到嗰啲旅遊區咁樣，佢咧就會喺2029年喺亞洲冬季運動會舉辦一個叫做山區嘅冬季奧運會。咁佢已經咧，你諗下，哇！大熱天時點解山區嗰度會有個冬季奧運會啊？咁佢要克服嘅嘢幾多啊？係嘛？咁佢自然咧就你好多人才就去嗰度探索同埋呢個實現呢一個咁嘅挑戰啦。咁所以從佢身上，我哋香港應該要學好多嘢㗎嚇。睇人哋個計劃，只不過你可能做佢嘅1/1000啫嘛，係咪？咁你1/1000有乜所謂啫？係咪啊？咁你人哋都預備起你25個香港喺佢嘅未來城市度啦。然後呢啲25個香港嘅未來城市融合咗先進科技啊咁你先至會話我而家整個北部都會區係嘛？咁但係條件唔同啊嘛，人哋本身個底厚啊嘛，去做呢啲嘅時候，人哋都係按部就班啊，唔係25個一齊起噶嘛，係嘛？唔係25個香港一齊起噶嘛，佢係逐個香港起噶嘛，人哋係咪？咁你個北部都會區已經佔咗香港嘅1/3，即係你要一次過起1/3個香港，咁你係咪攞嚟笑話啊？係咪啊？你諗下，淨係香港今日嘅發展啊，由中環，即係由西營盤、堅尼地城一路發展過嚟啊！即係你要講數到咧，即係中日嗰陣時，即係我哋喺2次大戰嘅時候繁榮嘅係喺堅尼地城噶嘛，係咪？由堅尼地城一路繁榮到
打完2次大戰先至去到咧西環，係咪3個碼頭，跟住咧再繁榮過嚟上環，然後中環變咗商業中心，然後一路繁榮過去灣仔啊、銅鑼灣啊，一路開過去噶嘛。咁啊跟住咧，然後喺70、80年代麥理浩嘅時代先至話嚟到要重整 ICAC 跟住咧就同啲原居民，即係啲新界嗰啲鄉紳合作，咁啊開放到呢40-50年，開放整個而家香港嘅大西北、大東北噶嘛，係咪？而唔係好似你而家話計劃經濟，我要整你嗰個北部都會區，咁你要起到出嚟係1/3個香港，你點可以喺話10年裏邊要將1/3個香港擺落去？你話用錢去打造，咁梗係得啦，用你中國嘅模式係嘛？淨係得個硬殼出嚟咯，咁其他啲嘢配套唔到咯，咁你咪淨係得物無所用咯。到時又話我解決咗你之前推進過程嗰10年嗰啲經濟項目咁，或者經濟嗰個推動咁，但係之後咧你又回本唔到，咁你點算咧？咁咪即係等於咧，你將中國過去20-30年嘅土地發展模式擺落嚟香港呢個咁嘅北部都會區，我哋冇信心咯，係咪？香港人真正香港人冇信心咯。而家需要嘅就係你唔係好似沙地咁啊嘛，調轉頭我哋係要守啊嘛，要好似咧新世界發展咁啊嘛，要咧守穩佢等佢咧縮細咗我哋嗰個無厘搭霎嗰啲投資，要斬晒佢，斬纜，係咪？咁你先至可以瘦身，先至重新上路啊嘛。所以咧亂晒龍嘅，而家香港政府嗰啲真係當然明白啦，因為佢加強管治之後，嗰啲人根本就唔識得去 run 一個城市咯，係嘛？你揾啲鄉下佬嚟做決策個城市喎，你死唔死啊咁？好，咁今日多謝大家喺呢個live 啦。咁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咧，可以繼續喺個片嘅下邊留言嘅。咁咧今日夜啲嘅時間咧，就會呢條片咧就重新上載去到 YouTube 噶啦。咁所以遲咗入嚟嘅朋友咧係唔使驚嘅。咁下禮拜再見，拜拜。